他等于啊，用一点的时间，同样收入加出来啊，开为配度起嘛，给人进为主，那用啥的呀？给俺关注，打工人家工不做不来，这里就是啥呢？打俺，马上就起呢，给人进为主的，但我写不差呢，不是你说，没是着的多，这里就是啥呢？他通嘛，给人进为主，但没是给人进为主，个体就是啥通嘛，给人进为主，节约个里啊，个体的光。具体起来啊，专门零散说的，专门工不起，听哪了呀？俺专门那不说了呀，毕竟那就属地要的，这当给些那块这个毕竟那不怎么嘛，是为其实给些嘛就是特别高丽呢，给些嘛谈不特别高丽呢，毕竟能给那不做，给俺果然切，看到这个专门点把什么的，朋友的专门给。电把当真正里啊，是不是其他主要的？当然是就给农民懂吧？比如说过来啊，你们是哪的地主团里面啊，给可能给这你们是要求哪些呢？地主团呢，他的特别家要的这些呢，看到了朋友给肉中面别当，拉瓦都进给农民懂吧？加使用啊个托啊，你那的他呢先给手就没得了呀，这凶器或者说老米的钱，就是托里面呢，将我们切给贡献了先切，这一套里啊，可能给这现在们这边这个设计，主要的三个度，这里就是啥呢？看他空，俺这边个里啊，这啊都是做打工体的也不切。具体体的呀，专门人啥个专门工作的属于不切，这一切这样的个里，我晓不恰，俺参不参，这俺说这全国了呀，竹林，水果充别够了呀，俺给些了去点的水的这一起月，俺这